做开始的感谢。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欢喜，通听主声音。轻轻听，你的轻轻听，我的牧者，引领我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者，引领我的声。咱用心来唱。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欢喜，通听主声音。轻轻听，你的轻轻听，我的牧者，引领我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者，引领我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者，引领我的声。诗篇42篇啊咧讲，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伫诗篇84篇嘛安尼讲，我心善较无摇我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永远我的上帝来欢呼。兄弟姊妹，恳求主赐咱有一个较无的心敬拜的灵，来亲近咱的上帝。我只是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恳求上帝赏赐咱每一个人有较无的心、较无的灵来敬拜伊。咱大家开声做伙来祈祷。主啊，上帝，我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一个较无的心。主啊，我们较无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较无你。哦，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我伫你的殿里中间，主啊，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所你是我唯一的较无。主啊，我常常会当较无你的同在，较无你甲你亲近。主啊，愿你放了一切，我当主把你，恳求你也洗去阮心灵内面的部分，就是一切的野善、夸怒、惊吓、批评、论断。主啊，较无你伫你内面会当得到安息，心灵会当互你来更新、更新来得到快乐。阮人享受甲你同在迄个甘甜。哦，主啊，亲爱的耶稣，愿你吸引我，愿你的阳光光照我，互阮人较无会当时时活伫你的内面，也恳求你，互阮有一个较无你的话语，甲真理的心，就会当每一日用心来读、思想，甲遵行主你的话语，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互阮通经历你话语中间的快乐，经历你永远所带予阮的激励甲欢喜，帮助阮会当学习来听
主你的声音，一生行在你的道路顶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轻轻行，我要轻轻行，我要爱你，当着主声音。轻轻行，你的轻轻行，我的无常，面对我的声，你是大无常，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无常，奇妙的主宰，我的无常，面对我的声。轻轻行，我要轻轻行，我要爱你，当着主声音。轻轻行，你的轻轻行，我的无常，面对我的声。你是大无常，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无常，奇妙的主宰，我的无常，面对我的声。希伯来书11章安尼讲，神是所望望的实在，是未看见的事的标准。咱伫咱的物质这个世界中间，咱所有一切的事实，是通过咱身躯的五官去发现的。像是伫属灵世界，遐个事实，嘛需要一个器官去发现、去体会。迄个器官是啥物？迄个器官就是信心。所以真正的信心，毋是指咱伫享受上帝恩典时阵，咱会当热心来服侍，咱会当热心来做工。阮倒当是伫苦难、试炼中间，伫挫折甲失败的中间，也会当追求真理，也会当真实来听咱的主，也会当追求伊的心意，体贴伊的心意。这些才是对上帝有真实的信心。愿咱拢会当搁较深来认捌咱的天父，愿咱拢会当专心全人来听咱的主。就是我也请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咱拢将家己内面真正遮的软者，真正遮所拄着无法度搬过遮的困难，拢交托伫主的手中。主伊伫咱还袂出世，伊就拣选咱，所以知影咱每一个人的性命，伊知影咱每一个人所面对、所拄着的艰难，咱将遮拢摆在主的面前，也相信上帝的确要带咱经过这一切的关山，要互咱会当伫这个中间，通过对主的信心，重新得到开力。重新得到新的画面，咱大家开声为着家己的信心来祈祷。主啊，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恩典，主你帮助我，主你互我伫我的生命中间会当认捌你，主啊，认捌你是我的生上大的福气。主啊，虽然我的生命中间会常常拄着这困难的代志，主总是阮相信你甲阮三个伫咧，你要带领阮后面的道路，你要互阮会当。
信心来看见上帝的属性。感谢你，请我阿爸爸上帝，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也求你帮助阮伫阮人生道路顶面会通安稳徛在。虽然阮常常会拄着困苦、试炼，也常常失志、灵心倒退，总是阮依然要注目伫你，因为伫你无难成的事。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主啊，你讲大大开喙，就要大大充满。帮助阮对你有信心，也坚定阮对你的信心。帮助阮伫祈祷中间去经历你的信息，互阮有亲像阿伯拉罕一样的信心甲愿望，通用信心的眼光去看阮伫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你是大道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道者，奇妙的主宰，我的老家，你是我的下一是大宝奖，咱请你来认识你是大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宝者，奇妙的主宰，我的老家，你是我的下个是该讲。你是大宝者，奇妙的。感谢上帝，带领咱每一个人头前的脚步，咱毋来用信心来经历咱每一日，咱也要用娱乐、用赞美来经过咱每一日。赞美咱的上帝，是咱诚做伊的囝儿、查某囝上大的福气。咱会当伫圣殿来敬拜伊，来学乐伊，咱也会当伫家己的厝内面，会当伫开车的时阵，当伫上班的时阵来学乐伊。感谢主，互咱会当毋免去透过大祭司，就会当主的面前，伫伊的宝座前来学乐伊，来敬拜伊。啊，这是我邀请兄弟姊妹，咱大家开声来学乐咱的主，学乐咱的上帝。感谢主。请来预备，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啊，阮诚心诚意来敬拜学乐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变的上帝。主啊，你是统管一切。主啊，阮的生活、阮的动作、阮的气力、阮的呼吸，拢在伫你。主啊，我也要敬拜你。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阁是叫我举起头的。主啊，我倒咧困，我醒，你拢保守我。主，我要时刻亲近你。我要听候你的，我的心要全然于你。亲爱的主，你的名伫全地何其水，你将你的荣耀显明伫天。我要存敬畏的心向你来跪拜。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上帝。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伟大，你有无限的恩典甲慈悲，互阮无论什么时阵，拢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学乐你，愿一切学乐感谢拢归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实的心，行乎你的面前。为我心爱。
阮的心也受生命活水，甲你来的温柔强美，用真实的心放乎你面前，为我心啊，互我看见，永感阮的心也受生命活水，也对你来的温柔谦卑，让阮的你我过我，让阮的你不会为我老，让阮的你用智慧荣耀做我看见，我的水要将我流，让阮的你我过我，让阮的你不会为我老，让阮的你用尊贵荣耀做我看见，我的水要将我流，用真实的心放乎你面前，为我心啊，互我看见，永感阮的心也受生命活水，也对你来的温柔谦卑，让阮的你我过我，让阮的你不会为我老，让阮的你用尊贵荣耀做我看见，我的水要将我流，流山草我所温饱，流山草我一切担当，流山草我心内悲伤，你的名含地大大浪，流山草我所温饱，流山草我一切担当，流山草我心内悲伤，你的名含地大大浪，定阮的你我过我，定阮的你不会为我老，定阮的你用尊贵荣耀做我看见，我的水要将我流，定阮的你我过我，定阮
因为伊是好，伊的主爱永远伫在，愿一切尊贵、荣耀、乐乐，拢归乎咱是天父阿爸的上帝。我想我的亚提修来算要主生命，我的主基督，当万年前来救罪的，你是弥赛亚，我主，我兄弟主。唱圣诗第二首。现在，现在，现在，尊名多主宰，俺的求挂在下，不怒雄主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替的改，我的兄弟子尊机关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姓龙天。
现在，现在，现在，尊的多主宰，万民多响应，修兄弟主兵。现在，现在，现在，尊严高满世代。路上为其多一个主宰，阿门。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上帝，阮阿乐，阮感谢，我们称呼主你是独一的主宰。你是全能的大主宰，因为你掌管天地甲海，你创造下面全世界所有一切的画面，拢是你所创造。阮伫这个恩典的中间，真做你的百姓，所以阮应该伫你面前谦卑、感恩、阿乐、感谢。来领受这个对上帝所创造上最美好、水的恩典甲祝福。主啊，愿阮今仔日的敬拜，出对心底，用虔诚、用感恩、用阿乐，透到主你的面前。愿圣神掌管今早起的聚会，对头靠尾每一个兄弟姊妹心灵三契合，来得到圣神的感动，领受你宝贵活命的话。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讲：愿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咱的人。无伫全咱真实，就叫阮快迄个歹的，因为国权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用，启用文第12篇。我内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色中甲我牵起。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阿乐上帝。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济奇事。你有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啊济，这诗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里。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探听。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每当阮搁组织敬拜，同心祈祷，主啊，阮是一个有福气的人。阮知影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一礼拜来有你的保守，阮得到平安。阮面对目前每一日的生活，阮确实需要你的教示甲引带，搁较重要的是需要你的话语，你讲的经节，做阮面前快乐甲帮助。你爱阮着警醒、谦卑、反省，
来受咒詛。当即时，撒旦魔鬼用人目睭看袂到的混乱来侵犯、污弄、破坏、伤害阮的心、阮的肉体。主啊，只是阮承认，阮确实真正是软弱。尤其有疫情病毒的混乱，佮到处有征战、抢案、陷害、攻击，佮面临着阮生活经济的波动，有济无平安的案件发生。亲爱的主，阮知影，这是你无欢喜的事，还有伫阮人类自高傲气、互相霸占攻击，无有疼的包容。主啊，阮知影你绝对无容忍，绝对要行公义伫这顶头。虽然阮肉体受惊吓，阮的心灵佮一再确信，主，你要兴起大作为，直到阮得到心生灵完全得到平安。亲爱的主，阮将今仔的敬拜、恭敬交托主你的手中，求真平安、喜乐的灵充满伫每一日圣殿的敬拜中，互线上敬拜的兄弟会当早一日坚固信心，回到现场来享受实体敬拜的温暖气氛中。主啊，你信，阮对你的信绝对无因为其他任何因素来破败。主啊，求你医治阮的心，有肉体平安、肉体无平安、有病痛的兄弟，求主你医治。阮也求你保守牧师和今仔侍奉的同工，互阮敬拜的定时拢会顺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这时咱来研读圣经诗篇第4篇第10到第8节。为我辩护的上帝啊，我求救的时，求你应我；我困苦的时，有你甲我透放。但求你怜悯我，听我的祈祷。恁遮的人啊！恁将我尊荣变正见笑，要偌哩久？恁意爱空虚，追求虚假，要到何时？就知上主已经分别敬虔的人，做伊家己的。我求告上主，伊会听我的声。着惊吓，毋通犯罪。伫眠床歇困的时，心着安静自省，着献合上帝心意的祭，嘛着倚靠上主。真侪人在问，啥人会当互阮得到福气？上主啊，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阮，你互阮的心内有欢喜。赢过人得到真济五谷甲新酒，我要安然倒咧困，因为只有上主，你会互我安稳徛在。第二段圣经节
伫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以上，献诗，咱请李书班、女诗班。讲到咱请夏牧师，题目是追求属天的平安。
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真感谢主啊！咱虽然这个外面的天气啊，听讲最近拢35度、36度总是咱有缘欢喜出门来到教会做实体敬拜，这是一个真大的激励哦因为咱有时咱也惯势要改一个习惯会足困难咱平常时礼拜日早起准备好、款好，就赶来个礼拜堂，这是咱的基督徒一个例行也是讲逐礼拜真惯势的工课。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想讲都住厝嘛，真事时全会惯势去毋过我知影讲咱经过这2-3个月逐日报了几万个，但是咱也感觉讲已经嘛会使讲畏先无咧甲注意就对啦这毋是讲咱无细致性，咱知影讲早晚拢爱面对所以咱渐渐用迄种较正常生活的心，但是咱有缘已经足习惯安怎来保护家己所以就慢慢恢复足正常的生活。我也期待讲咱的这个疫情紧会当消退咱恢复正常的聚会，鼓励大家互相祝福，因为伫线顶网络虽然大家看会到、听会到，但是人甲人中间都毋是干那安尼定互相的交陪、鼓励祝福是真宝贵所以呢，咱先甲隔壁请安一下，讲祝你平安佮健康，来大家祝福一下有种信心感谢主。咱大声来做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这个圣日。主啊，你为着人类做这个水的安排，7日有7日的休困，毋是因为你的规定，是因为你怜悯阮世间人，疼惜阮。毋但阮肉体爱安息，阮的心灵拢同款，需要重新来修补，重新来伫你面前来恢复新的快乐。主啊！这是你美好的安排甲创造，互阮因为欢喜顺服，阮就伫你的面前领受迄个上至宝贵、平安、快乐甲健康。主，阮也学习要通过你的话来三面礼，求你圣神伫阮中间，你亲自来赏赐你的启示甲感动，互阮。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今日要三甲来学习一个主题，追求属天的平安。当平安大家拢真渴望要得到，但属天的平安到底是甚么？伫咱今仔日所读主要的经文是伫诗篇的第4篇，第4篇1节到第8节，其实是全篇的圣经。咱经文小等下来做复习咱就直接来分享这个诗篇所予咱的教导啦有人甲伊称呼讲诗篇是第4篇是一个平安之歌，但是咱对起头来看并无感觉有平安的感觉，迄是一个拄着艰难挑战，甚至灾厄来的时啦。咱要安怎成做平安的歌？这嘛拄好咱近来无论是咱疫情的关系，也是真侪的兄弟有的有染到这个病毒呢，有的人生活、家庭、囡仔包括工作、事业，拢受到影响。咱这篇诗篇，互咱什么款的启示，是今仔日咱要三个学习的。第4篇，互这学者定义讲，伊这是一个个人的哀歌啦，哀歌个人的。但是，佫较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脱离痛苦、土愧的平安的歌。是安怎对哀歌进入到你平安的歌？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人生所面临到的征战，所需要伫遐学习的。意思是。挑战固然拢有啦，灾难困苦嘛拢未免得，也毋过里面则转化做平安的歌
第4篇的前言内底有一段话吼，咱若读圣经内底有写，伊讲大笔的诗交予圣乐长，用弦的乐器来伴奏。因为以早吼也无啥物特别的歌谱啦，也无录音啦，吼，也无影音来做指导啦，所以一段短短话是对当时对这个诗篇真重要的交代。讲这个什么款的性质？伊讲交予圣乐长，表示这首诗篇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诗歌。啊，圣乐长就是迄个属灵的指导者，毋是普通的一个会晓音乐的安尼就好，就是遵照属灵的音乐的指挥家所指挥配合弦乐吼，有弦的乐器，伫礼拜中咧唱的诗歌。但是圣经学者咧研究吼，这个第4篇呢，有前后篇有关联啦，前后篇有关联。咱若有家己有圣经，你通掀开第3篇。第3篇有写讲，大卫吼受伊的囝押沙龙的背叛，甚至甲伊追杀。你看，互家己的囝也要来追杀，迄款的艰难，迄款的迄个混乱心吼，规个价值拢无去，迄款的心境，伊是咧逃亡的心境，啊，痛苦万分安尼，是用即款的即个背景啊，伫遐咧进行。嘛有人甲伊讲，第3篇甲第4篇，好亲像是一个是早倒，一个是暗倒安尼。嘛有人讲第4篇甲第5篇嘛有相关的一个交替吼，啊，所以会使讲第4篇嘛是一个暗倒的诗啦，因为后壁的经传吼，圣经就安尼记载啊，大卫伊安怎通过祈祷甲交托吼，讲互我安尼倒落去就安然好困啦吼，安然好困。啊，主亲自啊，甲我来保护，啊，才是真值得咱真侪人带着忧虑甲艰难要困的时阵，这个诗篇诚做咱一个交托，得到平安的诗篇。所以大卫安怎会当伫遭受到至亲陪伴的痛苦，还阁有平安呢？这是咱会通对这段诗篇所得到的学习。咱现在思维，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平安？吼！啊，咱知影讲，求平安，这世间人大家拢意爱啊。咱台湾人吼，伫过正的时阵吼，上流行的是什么呢？流行点光明灯，吼啊，半暝过点的时阵，哇，大家抢头香。啊，有的是吼去庙里借迄个钱母，讲要发财金。反正有遮的物件，就是因平安的一个追求就对啦。啊，这是人伫世俗方面，咱无法度人讲去甲伊讲啊，这对甲毋对，迄是纯粹人的追求啦。但是到底这是毋是带来真正的平安，并无一定，个人的认定会无共款。我印象真深，伫我中小学的时阵哦，头一遍看到迄个荒漠甘泉吼，啊，像牧师纪文会人，大概迄本就是当时上重要的一本灵修册，因为无像现在吼，网络嘛有啦，啊，大项的册足多啦。迄阵也有一本荒漠甘泉哦，哇，看到真宝贝呢。啊，我印象深看到一篇其中的一日的一篇的故事，印象到即阵还伫咧。伊咧讲吼，有遐个毋知是一个机关啦吼，还是讲一个单位发出一个安尼征奖吼，征求啦。讲恁有甚物款的画家会当甲一个会当显露平安的图画出来，啊，寄来参加比赛吼。啊，阮经过专家来竞选了后，会发出第1名的奖来互恁安尼吼。哇，就真正逐个人吼，足侪遮会晓画图的人就开始咧画即张图，寄来参加比赛。啊，所以讲平安的意义到底是甚物安尼？啊，其中的有2张吼是安尼不相上下，感觉讲拢达得真水真好的意境就对啦吼。啊，第1张呢，所画的是安尼一片的安尼真清净，啊有云有草坡，真水真清净啦吼。
啊，因为牧师无迄张图吼，咱大概会当看即个图，即款的界面，感觉讲哦，看到足舒服吼，足舒服安尼。啊，咱若有咧用电脑的人吼，10几年前吼，迄个微软吼，微软伊的桌面就是即张啦，吼，即张图，大家看到真印象真深安尼，感觉讲真舒服啦。咧看电脑吼，有即款图面嘛，感觉袂歹。哇，即张图人感觉讲真好画甲，感觉真平静、真喜乐安尼啦。但是到最后吼，这个专家来描述吼，伊感觉讲有一张搁较会当表达到。啊，即张图讲就是画着吼一个大瀑布的边啊，有一丛树啦吼，大瀑布弄叫对无吼？啊，迄水气足大啦。啊，瀑布的迄个边啊一丛树内底吼，有一只鸟啊伫遐做收。哇，足安稳伫遐咧捕卵啦吼，足安稳伫遐咧捕卵。啊，无受到即个瀑布的声弄叫咧吼吼，无咧管伊，伊就安稳啊，伫遐要互伊的囝啊孵出来安尼吼。到尾专家辩论较久，吼讲，感觉即张图才是正港的平安吼，正港的平安。啊，这我印象真深的意思是讲，伫表面上大家感觉讲啊，一片平静无事是上好的啦。也毋过安怎伫迄个艰难甲挑战的中间，你的心犹原平静，就像只鸟仔母为着要哺伊的囝，伫迄款瀑布的边仔的树啊，有迄个水手咧唱，犹原安稳来哺卵，啊，这才是正港的平安安尼。啊，这是我伫青少年时代读的一篇，可能现在咱若查有哪查会到吼。所以平安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平安，那照耶稣的教示讲，平安是平静安稳的状态，也就是安息啦。人会当安息，啊，迄个平安就来。马太福音11章28节，咱真实的经节就讲：恁既若着磨担重担，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意思安息是脱离迄个着磨甲担重担，迄个困境，逐个人拢有啊。项目嘛无相像，读册的囡仔有读册的重担，咱做事业的人有事业的重担，咱上班的人有上班的压力。啊，咱料理一个家庭，啊，对老到少年，逐个人拢有面临到的挑战。但是耶稣讲：恁来就近我，恁就来就近我。意思是，无论我任何的状况，我若是就近主。对主就能领受迄个真正的平安，毋是用世间的物质，毋是用世间一切的保障之内，咱有就近主。所以大概有即几项伫圣经在描述的平安。第一项是平静安稳，你的问题有拄着解决。吼，以赛亚32章的第18节讲：我的子民会住伫和睦的家，安稳的厝体。通休困无受搅扰的所在，啊，会当安稳吼，无受搅扰，啊，休困无受搅扰的所在，安稳的厝体，这是一个好的所在。我常听见咱有兄弟吼咧讲着讲，哇，有时呐，现在台湾咧市内住厝吼，拢非常的近呐，有像是咱公寓拢相隔壁，啊，若拄着吼。隔壁啊，厝顶也是下骹的厝边啦，讲伊的生活习惯无共款吼，哇，实是足艰苦。嘛，顶间听到一个咱的兄弟咧讲，因为隔壁有住着一个可能精神上有困难的人吼，啊，所以逐暗拢咧弄壁啦，跺壁，实在是困袂去啦吼，困袂去安尼。有影咱即个社会人因为焦虑，因为烦恼、忧闷，所以用足多的。噪音伫那要发泄情绪，啊，但是别人会受到足大的干扰，啊，所以第一项会当平静安稳问题解决。以赛亚甲咱讲住伫一个和睦的家内面，啊，无争吵，啊，真和谐，啊，即个厝真安稳，啊，通休困无受搅扰。兄弟姊妹，今仔日即个时代，特别伫市内吼，咱要有一个安稳通好困的所在吼，实是足感谢主的。啊，我住伫咱教会的牧师馆吼，我感觉有一项吼，感觉较早毋捌的，啊，即嘛感觉真好，因为现在建筑技术真好啊。
就是讲咱图书馆吼，咱因为外墙吼，咱即个玻璃拢是隔音的玻璃啦，吼，隔音的玻璃。你若门关窗啊关好好吼，外面什么声听无声有咧？有时外口咧落大雨，你嘛毋知咧。我爱甲贾博士讲，外口发生什么代志哦？咱若无注意啊，煞毋知影什么代志安尼。感觉讲，继续安静，你休困也是讲较袂受干扰。有时外在的物质的条件会当改善，但是伊遮咧讲的是讲，包括你的心灵，你厝内的兄弟的亲人，大家和睦徛起。第二项的平安是欢迎甲行通啦，吼，欢迎甲行通。诗篇122篇60到70讲，着替耶路撒冷求平安，既若听恁的人得较平安，愿你城内平安，愿你的境内安乐。哇，一个城市充满着和谐非常的顺遂，这是咱所期待的安尼。事实咱最近这段时间包括疫情的正中间，全世界定有咧做评比啦讲世界上宜居的城市咱台湾足侪城市拢排有着呢咱台南嘛有时拢有着名呢意思是讲，咱台湾这个社会若会当大家安稳大家出入平安大家徛起也真安稳这是咱最大的期待啦。第三是和睦甲合一。罗马书的5章10节讲，因为咱要求做上帝对得的时，以互家己的囝替咱死，互咱甲伊搁和好，和睦甲合一，甚至上帝都愿意牺牲家己的囝儿，互咱甲伊搁好。这款最大的温情甲恩典祝福，对咱世间人来讲，有甚物款的冤仇？有甚物款的怨恨袂当化解呢？冤仇甲怨恨常常是家己起一个家牢，家己起一个安尼东墙铁壁，家己保护掉的，甚至反倒转无法当得到真正的平安。上帝互咱一个真水的模范，就是用伊的囝的牺牲，互咱甲伊搁好。咱人看见伫迄个圣经内面主要所互咱的教示啦，约翰福音16章30讲，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打赢世间。这是咱常常爱送人敬节的一种的鼓励，就是讲，耶稣一直咧甲咱提醒外在有苦难呢，外在的条件甲风险是拢伫咧呢。但是伊一直咧强调讲，咱伫主的内面啦，伫主的内面，你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内面，这是关键，也是讲这是一个秘诀。咱若无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内面，伊讲来就近我要得恁得到安息，恁伫我内面有平安。因为讲世间有苦难，你着勇敢。表示讲上帝耶稣基督赢过世间，但是这表面上的条件要伫咧，只是伫主的内面，耶稣基督，互你有真正的安稳，毋惊一切世间的苦难，因为伊已经赢过世间，表示这个世间还有一个较超越的快乐，是咱的主。另外，咱足类似的经节就是14章的27节，约翰伊讲：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甲这世间的对互人的无共款。你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兄弟姊妹，首先咱进前这2冬拢为着疫情伫咧烦恼咱的这主事人员，咱这医疗人员迄承担偌济压力，咱无法度能够想象啦。但兄弟姊妹，你有感觉到无？对俄罗斯来攻击这个乌克兰事实疫情煞变做。毋是中间的艰难之因呢，是即马全世界面临着一个大洗盘呢。战争带来气候的变化，带来物资的战争，带来通货膨胀，带来运输产生的混乱，带来咱逐个人的生活，逐项拢起价，肉燥饭也起价。包啊起价，面包也起价，
这无影响吗？这有钱的人无感觉哦。这一箍一角在算的人哦，你会感觉讲哇，出去啊，行一逝无通买啥，安尼钱开了了啊！兄弟姊妹，这款的艰难伫咱这个世间，有时是起起落落，有时是搁再循环，一直咧来。兄弟姊妹，咱若讲要用各种的办法来应付，你看连咱国家上高的迄金融专家，伊都应付袂起啊！日本吼。迄币值安尼贬值遐济，因遐尼高的人都应付袂起啊！何况讲咱一个普通人，咱无受影响吗？即个气候大变迁，欧洲吼落大雨规个庄拢淹了了，有的所在抗旱火烧，这拢是咱人所无法度通去预料到的艰难甲困境啦。所以，咱讲要躲闪，咱讲要避免。咱讲要消灾解厄，别人有代志我无代志，这拢毋是一个好办法。耶稣讲：“恁伫我内面有平安。”意思是真多的患难，咱困难去避免，但是咱有主通靠，咱就会当伫苦难中看见安息，看见平安。主耶稣所赐予咱平安是甚物？伊是对天顶来的平安。雅各书1章17节讲：“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的，是对天顶的源头，一切美好哦，一切完全是对天顶所来。因为即摆咱个人有智慧，令上帝予咱真侪知识，包括咱国家的社会的真侪迄个机制，会当保护咱台湾吼一个真安稳的环境，一个适合徛起的环境。一个真舒适生活、大家和平相处的所在，但是咱无法度避免到的，是自然的灾害，是一般一切的挑战。咱若无对天顶来平安，咱真侪人用药物、用各种的办法，到永远无法度得到。咱是要追求迄个对天顶来平安。那相对的，咱知影这个地面上的平安，真侪人爱得到这啊，建立伫金钱、健康、地位。名望、权力等的条件顶面，但是拢真短暂啦。有时一个紧就无去。咱台湾选举又搁要到啊，一个选举要到进前，一大堆安尼攻击就来啊，论文红来抄的啦，人有啥物拄代志，人讲迄啥物款骨头拢有啦。人的地位、名声，有时喊一声要无就无呢。搁较免讲金钱甲健康，伫即个社会变动、股市变动的中间，你要安怎安稳着？当然，即个有基本的条件是互咱安稳的所在，但是要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咱拄则讲对天顶来的平安是无共款的。耶稣所想的平安是甚物？是超越环境，互咱面对苦难永远会当喜乐。即个平安充满着咱的心。而且是持续到永远，这是咱一个基督徒上大的这个特权啦，是上帝予咱这个安稳你有迄个开力通超越环境无？伫苦难中，你永远有喜乐无？因为有平安，有主内底的平安，所以会当持续，无受外口的风吹草动，就亲像迄只伫瀑布的头前在捕卵的鸟啊。伊明知影，迄个风险环境无适合，但是伊有够个信心甲安稳。咱知伫圣经内面强调平安，伫新约有学者研究讲，新约的圣经内底出现100摆、100外摆的迄个平安比如讲，咱看见这两三段经文讲，愿你平安，这是耶稣所讲的《约翰福音》20章。讲一礼拜后，信门徒佫聚集伫厝内，多马甲因做伙，门关地，耶稣来徛伫因中间讲：“愿恁平安。”这是耶稣受苦佫倒转来伫因的中间，讲愿恁平安。对这门徒来讲是何等大的安慰，因为因在烦恼、在忧闷、在忧伤。
哥林多前书1:30讲，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甲平安。这是一种祝福的话，常常咱用这个话来送予咱的亲人。兄弟姊妹，咱最后要来学习讲，安怎追求属天的平安，伊的途径甲步调啦吼。咱通对诗篇第4篇来学习，苦难中得到平安的秘诀。第一，咱来谦卑恳求上帝的帮助。兄弟姊妹，真侪人吼，特别是信主一段时间，也是久久的人，拢会感觉讲惊，互人笑讲，哎哟，遐无信心吼。连这也咧烦恼，连这咧惊吓。但是若是看诗篇，连这个属灵的伟人大笔，伊拄着艰难的时阵，犹原伫上帝面前讲主哈，我袂堪折啊。所以会晓伫上帝面前表露家己需要帮助，这是基督徒一个入门的条款。你都爱学习伫主的面前，知影讲主啊，我无法度，我有困难求你帮助。第二，你会晓处理控制你的情绪，特别是危急的中间，伫艰难的中间，亲像诗人伊伫咧描述伊家己的情景的中间，咱若注意看第4篇的第1节到第8节吼，有一个头前后壁一个变化。但这首诗歌有点对称吼，诗人大笔描述伊面对的困苦。第1节到第5节是第一段，是祈祷；第2到第5是一个信心的回应；第6到第8是一个祈祷；第7到第8是伊倚靠上帝要得到安息。所以这段8节的经文是一个祈祷得到得胜，过来个祈祷个得胜，这款的一个诗词的表达吼，一个表达。因为大笔伫当时，除了这个圣经学者研究讲，这个是押沙龙吼来陪伴的一种的心境，迄可能毋是当时啦，是后壁的时阵，伊咧描述迄个心境。嘛是有人伫研究这段经文内底，有咧讲起着讲，事实当时嘛有一寡有权力者吼，就是讲甲伊咧竞争的这个权力者，甲伊变面啦，甲伊踢笑啦，甲伊支持，互伊心足乱的。但是伊犹原坚心倚靠上帝，向上帝来呼求，而且伊强调讲，伊要过敬虔的生活，要敬虔的生活。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伊安尼一直强调对上帝得到帮助，所以伊才后壁面会当得到这款的安稳吼。过来就是讲，有倚靠上帝引出来的信心啦，有倚靠上帝引出来的信心。就亲像诗人，伊伫上帝面前祈祷了，讲安然休困的共款，伊意思共款。所以兄弟姊妹，无论拄到什么事，拄到什么款的困境，基督徒甲一般的人共款，拢面临着这个征战。但是咱基督徒上大的一个安稳是讲，咱人仰望十字架来祈祷，来到上帝面前来恳求。所以伫让咱交托的时阵，咱这个时阵痛苦会变做喜乐。较平安，就亲像圣经内面诗人讲：“我倒落去，我就要安然好困安尼。”伫腓立比书一段经文，在描述这种交托的平安甲喜乐。4章60到70讲：“一切无得看路，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无你看路，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安怎呢？将恁所求的摆列。这段话吼，有一个上大的关键是讲，主无先甲你解决遐个问题啦。问题可能还未解决，但是你若交托，你若摆列，上帝的平安就要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你代志还未解决，你的平安就来啊！这敢毋是上帝上恩典的事吗？你要等下解决了，才安稳吼，都代志磨甲已经无力去啊！是你有平安，你就有气力去解决代志。
安尼事事无共款对无？有代志来吼，足侪人安尼，人讲热锅上的蚂蚁，安舞甲一层舞袂好，啊，搁加一层，你敢知影？足侪人伫拄着苦难甲困难的时阵哦，头一件吼，本来会当解决的，但是你慌张烦乱，啊，人讲病急乱投医啊，四处去找啦，哇，现在一空无补，后一空搁较大，所以这段话毋是空嘴报纸啦，这段话是互你解决代志的至理名言。你将祈祷恳求甲感谢成败列，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就要保守你的心理念头。一人对于安稳有信心，伊充满着平安的时阵处理代志吼，就袂出错啊，就袂安哩哩落落啊，就袂讲哇安尼挂一漏万吼，啊东补一空，西搁破一空，现实袂，而且咱互相相甲勉励，咱基督徒特别是咱受这疫情伫要过，咱爱受主来差遣，让人传讲属天的平安甲福音。你爱用你家己做模范啦，你家己拄着困难，上帝安怎带你经过？这款的气力来让人传福音。平安是基督徒拥有极大的祝福，所以伊的根基在上帝的下面，上帝的头棒，上帝的保守。所以咱行出去，向世间人传讲平安的福音。就亲像咱所拄则读的圣经14章70到80，这个属天的平安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咱做伙坐声来读这段好无？吼，这段诗篇第4篇第70到第8，一句一句咱做来读一遍来。上帝互我心内有欢喜，赢过人得到真多五穀甲新酒，我要安然倒伫困。因为只有上主，你会互我安稳徛起；只有上主会互咱安稳甲徛起。咱人伫这世间所面临着的征战，咱无法度通预测，什么代志要来，咱毋知。但是咱只要伫主的内面，心内有欢喜，讲赢过世间的宝贝、世间的好物、五穀甲新酒嘛，我会当安然倒伫困，因为有主你。互我得到安稳徛起，主互咱得到安稳甲平安。兄弟姊妹，愿主这款对天来平安，赏赐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特别是这个疫情还未消退，真侪人为着这事咧烦恼忧愤的时阵，这个是真大美好上帝所发来的祝福。咱要来吟首诗来回应主的听，首诗歌词咱拢真熟，但是歌调无共款。是条新的歌调，是咱台湾的这个作曲家萧泰然教授所做的。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咱若会晓唱的兄弟会当同工若夜晚句来唱这条歌，真水的旋律，咱来唱一遍就好。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我到烦恼，真正路大，我去万事拢通对伊好，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路大去我欢喜，心肝常常失落平安，路途看路艰苦，艰苦事。
首诗歌原来是即个圣歌伫咧唱的吼，佫有伴奏，佫有间奏，佫有四部，但是伊的旋律真合咱台湾的口味。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今日姊妹，这顺是咱三甲祈祷的时间。今日姊妹，你知影你家己所拄着的艰难是甚物？有工作的艰难，有人生的艰难，有前途的艰难，有经济的艰难，甚至有身体健康的艰难。总是咱真盼望要得到属天的平安。今日姊妹，伫你的心内安静，甲主讲：主啊，我需要这款的平安。什么款的平安？你来甲主讲，甲主求讨，愿主赏赐你这个信心甲瓦靠。亲像主耶稣所讲，就来受困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咱大家为着这样事，伫主面前安静来对主恳求。今日姊妹第二项，咱为着咱身躯边咱的台湾所拄着的事来祈祷。第一，疫情还未完全消退，求主予咱有够额的信心，甲好的防疫习惯，当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咱青年人、老大人、囡仔有主上帝的保护甲面地地。第二，咱为着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紧紧止煞来祈祷，求主将平安赏赐，予世界无论各种的自然的灾难、经济的困境，以及最多的征战，予咱得到对主来的平安。第三，咱为着教会会当恢复正常、平安、实体聚会来祈祷。主保护最侪兄弟姊妹，大家人心身肉体拢有健康。请你为着家己的亲人祈祷。有的亲人因为肉体的关系袂当主有方下的，求主特别赐落保护。咱为着家己的欠缺来祈祷，也用5项的祝福为着亲人来祝福。咱大家家己开声也是无开声，做伙同心祈祷。上帝感谢你，阮来甲保守施恩赐福。就阮将阮的亲人交托主，求你将天顶赏赐的平安赏赐伫阮众人的中间、亲人的中间。愿你的保护甲看顾，随到祝福，恩典听堂，是恩典伫阮身上。主，阮求你保守台湾的经济，台湾所有一切的治安，拢有主你的看顾。上帝保护甲面同在，也愿主保守阮伫这个社会所充满一切软弱甲困境，阮的大人细囝，求你保护阮伫疫情的中间，让平安度过。愿主听堂甲阮同在，阮将这白听兄这交托你，愿你将赏赐恩典听堂伫身上，感谢你。听台主，阮上帝感谢你，你的大恩甲阮同在，你指示阮得到真正天顶来平安的方向。主啊，我要安怎做？只有阮凭信心就阮主，将困难交托，阮就要得到这款世间人得袂到的平安。主啊，帮助阮靠信心来赢过一切艰难。阮为着疫情会当紧紧消散来祈祷。最近兄弟姊妹检测因为疫情受到极多限制，心神肉体拢真软正。主啊，帮助阮恢复信心。阮伫主保护下面，逐摆阮参加聚会，有主你圣神的保护甲看顾。阮伫工作，阮伫生活，阮伫社交出入，有主你奇妙恩典。我搁一遍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我能领受对天顶来5项的祝福。互阮有健康的身体，互阮的工作、事业、学业行成顺遂，互阮心灵有喜乐，互阮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家庭的关系、同事的关系，甲厝边头尾三和谐的关系。特别互阮
追求迄个灵命的成熟勇健，互阮有信心甲气力，看透万事，有主你的保护甲阮同在。感谢你，互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伫现场也是伫网络顶，愿拢得到主你的祝福。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个时间来交互咱的诗会。这是咱的奉献。咱请起立吟奉献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独一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味，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想事，好答我主。请坐。这是咱献开周报第一面，咱本月金句，咱三个做伙来念两遍。恁着勇敢壮大，袂得惊伊，也袂得软弱，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教你去，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申命记31章6节，咱搁一道。恁着勇敢壮大，袂得惊伊，也袂得软弱，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教你去，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以上，这是我来报告。下周侍奉当中，咱有邀请刘立仁牧师来讲道，书内是李维文执事，咱请注意。集体交通下主日是文理事工奉献主日，咱有邀请台南新南医刘立仁牧师将代表公报社前来本会主日正道加请安，咱为这个代志来祈祷。第二，本会下主日7月17召开7月份小会会议，请小会员有准备心。咱来看第4项，全家福纪念列名，本会要庆祝父亲节，伫7月31和8月7日2个主日举办全家福纪念列名服务，邀请有布置小组设计全家福的场所和列名侍奉的团队，为着兄弟的家庭翕相，请兄弟准备心。迄时上时嘛，邀请全家会当前来敬拜，留落甜蜜的全家福的
相片。第二项，蒋中牧师诗歌见证会伫8月初7举行，也就是父亲节特别的聚会。咱伫遮来为这个来代祷。设到46年感恩礼拜，伫8月14主日，咱有感恩礼拜甲圣餐洗礼式，请兄弟注意欢迎大家报名。第5项，恭喜亚如传道顺利得到牧师的资格，伊将要派伫白河区盐城教会来侍奉，咱恭喜伊。第二，是第2本会亚婷神学生伊受总会总会另为传道书。伫遮咱也恭喜伊，伫遮咱感谢主，互咱伫富强教会侍奉同工拢有搁进一步的造就，咱感谢。搁来，教育装备和爱心陪伴，请咱家己看。第10项就是本会雅比斯小组李宗丽姊妹的妈妈。伫7月初5门主恩召，伊是伫台北，要对事礼拜7月17，请为家属代祷。以上咱请下面请牧师补充报告。我先来补充周报内底的消息就是讲特别要甲咱鼓励啦甲咱鼓励，咱。8月的即个重要的节日就是8月初7父亲节。咱大家疫情会较消散咱鼓励兄弟实体聚会来参加爸节特别的诗歌见证会，就是蒋中牧师要来迄天甲前1礼拜咱要翕相来做纪念，所以咱因即马政府有表示讲会使迄落啦会使。翕相的时候，脱口罩，会当脱口罩所以咱会当小可来招咱的家庭亲人。当然，这个诗歌见证报道咱有真好的这个蒋中牧师，伊是听讲是原住民第一批早期的歌星啦，伊是歌星。咱遮的在座较年轻的年纪较大的兄弟，你捌听过万沙浪有捌听过这个蒋中牧师就甲伊共文的迄款的歌声所以咱欢迎咱大家来听。伊安怎有一段陪伴主啦、离开啦，上帝佫甲叫倒转来真好的见证。伊2场要讲无共款题目，所以咱8月初7迄天欢迎咱就来过父亲节，嘛领受这个诗歌报道来翕相做纪念。而且咱8月14就是咱的周年庆咱感觉真可惜无彩啦咱本来要安排过一遍去雅乐会馆，大家老热来食倒疫情都无啥敢把握所以咱悠然恢复原来。咱有这个圣餐圣乐队的献诗佫有咱洗礼式所以咱兄弟若还有无道友要洗礼小组鼓励因来报名咱通来做问道班拄则咱咧讲恭喜柯雅如传道这个消息算两项啦头前是雅如传道通过牧师的资格考试即马若受聘牧、受按牧就正式的牧师啦雅如传道今仔日第1场可能是在查经班的款咱甲伊恭喜另外是咱刚离开的新学生，伊即马变传道贾雅婷传道伊受派去到白河的盐城教会。就是关仔岭下骹山骹遐有一个叫做盐城一个庄拢是基督徒袂歹咱有闲若去关仔岭，会当约去甲伊探访一下安尼其他的消息呢，咱就请看周报，我有几项的迄个咱会友动态的消息来做报告头一个呢，咱是要恭喜
咱的燕如今日有来啦燕如弟兄站起来一下，咱甲鼓励拍拍一下来。也是咱文珍文珍的后生，也是咱青惠执事的外孙啦不要紧，请坐伊上帝祝福伊啦唔免做兵，直接要去留学所以呢8月初因8月初就专家青惠执事啦，佮文珍因要去美国所以一面是咱的燕如真优秀啦伊要读美国出名的大学卡内基美容大学，捌听过无？卡内基美容是出名的大学咱以早有一个出名台湾的财主啦，拢伫遐来迄个陈文成先生有无？40年前过身去迄位就是读卡内基美容大学是足优秀的学校伊要去读这个资讯工程的硕士拄啊好，咱文珍姊妹的查某囝玉轩嘛住伫遐家庭伫遐，所以因就要去遐探亲准备要就学啦因为今仔日伫咱台南过来即马来就要转去北部同好人款啦要出去1、2个月咱求主保守因一路拢平安咱甲青惠执事甲文珍来甲恁恭喜上帝祝福，咱也为着燕如会当有好的学业学习。将来会当贡献社会来祈祷。第2个报告就是咱教会例会节咱有一位例会，就是咱的黄先生、黄太太的查某囝甲2个后生，日前搬到新厝啦就是伫中华东路3段336巷伫文化中心的隔壁，一个足水的文化名园的社区，咱甲伊恭喜昨昏咱即个牧区小组有去甲伊举行无。我有迄个图片档没有啊？我有新的，歹势不要紧。我有带新的图片档伫内底，新搭落去的，不要紧就是讲咱恭喜因，佮另外咱伫周报内底嘛有报告到咱的即个自然小组林芳明教授佮王梅惠姊妹就是咱教会维师的爸爸妈妈伊甲这朋友为着福音的缘故开一间叫做玉恩咖啡啦玉恩咖啡伫咱的即个自由路甲即个如文路的路角遐因虽然是表面上是咧做生意啦但是呢重要是讲因要伫遐来传福音用咖啡来传福音，这是真无简单咱昨昏咱的小组甲牧区嘛有去甲伊祝福互伊来即个开幕咱若有机会当然去甲伊捧场，主要是讲带慕道友去，会当得到真好福音的信息咱这拢是教会会友的好消息，咱做伙来甲因恭喜，做伙甲伊恭喜用安尼甲咱做不过。最后依然是鼓励啦咱慢慢疫情慢慢较稳定落来希望讲咱大家，咱事实来教会做礼拜咱大家拢挂口罩，咱嘛无食物件咱也卫生酒精佮洗手好保护，我相信。应该是去比其他的场所较安全才对其中我感觉真宝贵，咱在座有足侪长辈拢勇敢来到教会做礼拜咱的詹牧师昨昏过86岁生日佮咱的玲姐的妈妈陈妈妈嘛拢来做礼拜表示讲因拢足勇敢知影讲去倒位若有主保护拢有平安咱鼓励较侪兄弟转来到实体做礼拜参加聚会。咱当然有个困难因为疫情的关系，伫线顶的咱也求主保守用安尼甲咱鼓励多谢。上英，请起立，咱吟397首。上英完，咱请牧师祝祷。愿主赐福你，愿上帝应更变救你，也应主必宽待你。愿主上帝将光临，就是你平安。大家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相通，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拢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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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大家请坐，密道来避讳。